啱啱睇到有個視頻啊，就講日本咧就有7.5級地震，然後咧我就睇咗一下邊嘅評論，咁咧就一片嘅歡呼係嘛，咩八方來賀係嘛，各種歡呼雀躍，咁咧就唔知道大家會覺得咁樣有冇問題啊？首先咧，我會覺得係我自己睇完呢啲評論之後咧，我會覺得係非常之冇人性，因為點講咧？任何嘅自然嘅災害，佢去傷害到嘅都係嗰個國家嘅人民，係嘛？當人哋水深火熱，人哋係即係受到嚴重嘅傷害嘅情況下，我哋去歡呼雀躍呢一樣嘢，我真係覺得係非常之冇人性嘅。無論你覺得我嘅言論對又好，唔對又好，我都係咁樣講。因為全世界任何一個人，即係好比如話我哋見到俄烏戰爭又好，以色列同哈馬斯嘅戰爭又好，我會見到任何嗰啲戰爭場面，佢哋死人，任何一方都好，我都覺得係一件好心痛嘅事情。因為每一個喺戰爭裏邊死嘅人，佢哋都係有兄弟姊妹，佢哋都係有父母有仔女。我哋唔應該係話因為你自己嘅立場而去幸災樂禍人哋嘅痛苦，係嘛？將你自己嘅快樂建立喺人哋嘅痛苦之上，無論你嘅立場係乜嘢都好。所以咧，我喺美國，我曾經同我個女講過，我話做人咧，千祈唔好係去幸災樂禍、落井下石。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哋去咁樣做嘅時候咧，我哋係會嚴重咁樣去傷害到人哋。另外咧，我哋係唔會得到任何嘅好處嘅。因為我同佢舉個例子就係話，我喺國內即係做嘢嘅時候啊，咁啊曾經咧就有一個同事啊同我嘅關係係非常之差嘅。咁啊點講咧？咁啊人人都會覺得我同佢係水火不容。咁啊有一次咧，即係佢自己喺公司裏邊咧，即係屬於係比較俾公司排斥啊，即係話屬於係即係點講咧？受到不公平嘅對待啦。咁啊點講咧？即係話我會係話第一時間我係會選擇去幫佢。咁啊後尾咧公司咧就有啲管理層啲人就問我，佢話點解你會選擇去幫佢嘅？啊真係估唔到，因為你同佢水火不容喎。咁我話人咧冇一輩子嘅朋友，亦都冇一輩子嘅敵人，係嘛？我會選擇爭取多啲朋友，而唔希望增加一個敵人，係嘛？當人哋喺落難嘅時候，其實你只要給予少少嘅幫助，甚至乎一句安慰，你可能就會得到一個你一輩子嘅朋友。而如果喺人哋落難嘅時候，你去幸災樂禍，係嘛？言語惡語相向，甚至乎落井下石，呢啲老實講，對你自己唔會有太大嘅幫助，但係你一定會得到一個一輩子隱藏住嘅炸彈嚟。呢個敵人你係可能就係一輩子，除非你唔好落喺人哋嘅手上，否則你以後你點死都未知。所以點講呢？喺呢啲咁嘅言論，我覺得特別係我曾經講過啊，喺我哋校區曾經有一個老師喺網上面佢發布咗一啲即係言論咧，即係可能係屬於一種仇恨嘅言論啊。佢係第二日就已經係俾 FBI 拉咗，學校即刻開除。
咁啊亦都發咗通告。所以點講咧？我覺得喺國內咧，依家嚴厲去整頓呢個網絡環境嘅時候，係嘛？呢啲咁嘅言論就應該係去制止，係嘛？唔好俾佢泛濫。因為點解咧？其實呢一種負面情緒，你唔好覺得好似自己喺度人哋發生自然災害災難嘅時候幸災樂禍或者乜嘢，好似自己好似好正義咁，好似帶咗光環咁。其實你個內心係好陰暗，係嘛？你可以咁樣做嘅情況，你日常你自己做人亦都係差唔多嘅啫。老實講，人呢，我哋作為一個中國人呢，我哋應該相信有因果報應，有天理循環，係嘛？你去幸災樂禍人哋嘅時候，有機會呢啲災難亦都會落喺你自己嘅身上，係嘛？希望大家唔好去做呢啲咁乞人憎嘅嘢，係咁，拜拜。